over the rules in the change room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Step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keeper. Okay,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und one.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省马尔康市阿坝州体育馆，为您呈现武林龙中队，我是韩燕，担任我们今天赛事解说的是资深综合格斗评论员郑文琪。大家好！现在日本选手小林朋也和斑马德基这两人的风格长得身高臂展都很相似，然后站架也很相似，都是反架，后手拳漂亮，直接把对手打倒之后，这边想要去用腿缠住斑马德基，但是起身了。小林朋也这个脑袋上纹这个剃了个青蛙的，又是一个后手。青蛙的这个发型啊，刚才出场前也是做了一个在笼子上面这个爬着的青蛙的一个动作，很有意思。后手又打倒，尽管被打倒，我们看到小林的这个眼神依旧是不乱，又是个后手，漂亮，直接 KO 了。哇，我们看斑马德基这边直接是用一个左手的后手拳直接击倒了对手，漂亮，第一回合的一个速胜。这边胜利之后也是非常兴奋的。哇，现场沸腾了。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小林这一边在战力当中是遭到了多次的重击之后他依旧是打得很开放，对，想要跟斑马德基来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对拼，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这个人的脑袋的承受能力还是有限的，是的，挨到了一个左手的重击之后没有能够爬起来。其实这场比赛一开始好像就充满了这个很重的火药味儿，你看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就用非常快的语速，就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好，不管怎么样，恭喜斑马德基又一次用 KO 的方式终结了比赛。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0分58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